看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继续关心泰鲁阁败马事件已经第5天，昨昏半暝啊，第6只车厢已经游出崩坑。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即马要随连线，互人伫现场的公司台记台记者杨思晴，请思晴甲大家讲。思晴。苏控北厝泰鲁阁号败马事件发生到今已经是第5天的时间了。伫记者后壁边会当看到这只车厢，就是第6只车厢，嘛就是伫今仔日半暝拖掉出来第6只车厢，会当看到车体损害甲非常严重，所以可能无法度比较进前的做法，沿着铁轨路拖走，爱用其他的方式来运送。那伫吊输车辆落落去的现场嘛，看到祭拜的水果。那伫逐工透早嘛，拢有清洁人员来泵坑口清洁消毒。事发到今，代替抢修人员24点钟伫现场无用抢修，破碎钢棒利用钢索来吊挂，也有柴油的机车头将吊伫咧泵坑内的车厢拖出来。那伫进前拖出第40、第50车厢了后，第6只车厢目前嘛已经拖出来了。即阵只等待第70甲第80损害甲上严重的车厢，也搁咧等待处理。若每拖出一只车厢，检方嘛拢伫现场，也就是车厢的内外，详细收集每一项证据甲证物，就是无要放弃任何一个线索。另外，上恶处理的第70甲第80车厢，会用切割车体的方式，为咱清水泵坑的南边将车体运出来。但因为处理的难度较悬，需要时间也需要搁较久，但也是希望会当伫明仔载，也就是初7进前完成所有车厢的清理作业。以上就是记者杨淑静、林玉凯伫现场的报道。感谢思晴，咱继续来关心代替泰鲁阁败马造成严重的伤亡，其中有一对姓黄的翁仔某不幸过往。目前，因的囡仔已经对德国赶紧返来台湾。以前指挥中心嘛随启动专案，放宽疫情检疫规定，因为代志较紧急，所以呢唔免受14天的防疫规定的限制。也毋过因2天爱采检一摆，阴性才会当出门。代替泰鲁阁号意外造成50人死亡，202人受伤。罹难者内面包括1位法国籍旅客、2位美国籍。受伤的旅客内面包括2位日本籍旅客、1位中国籍加1位澳洲籍。指挥中心启动控诉控制泰鲁阁列车事故反台探病分伤责案，加速坐飞机进前无症状的人，无需要提供3天内核酸检验的阴性证明。荷兰皇家航空的飞机正日天气平，罹难的姓黄的翁仔某因的后生甲新妇初5暗转来，面对媒体无愿意加讲，由检疫官甲相关人员陪同，直接到波托比采检。指挥中心讲，专案的亲属若是无症状的人，入境迄天采检第一遍，采检结果出来进前，会当先坐防疫专车去办代志，了每2天采检一遍。摕到检验的阴性报告了，就能向地方的卫生单位申请安排出发。不过，无论是探病分送或者是办后事，伊一天一遍，每一遍4点钟为完结，而且袂当过暗。记者综合报道。造成这场事故的李继雄，因为伊的工程车无停好，出落架，害货车去弄着。伊讲当时伊是一个人去到工地，不过即马有愈来愈侪相片证明讲因仔亲像咧讲白贼。代替表示，目前已经咧做调查，看伊身躯边的人到底是啥，敢是违法的施工。另外，昨下晡缀伫第6只车厢下面的遗体嘛已经刷出来啊。下晡3点外，警消甲救援人员入去泵坑内底，顺利刷出去伫第6车厢下面的遗体，加上来认尸。确认身份是21岁宪兵曾建志，已经送往花莲殡仪馆进行修复。泰鲁阁号火车事故进入第4天，50名罹难乘客内底，包含3名外籍乘客，其中有1个是法国籍。法国在地协会也请牧师来到现场督导，李检警也全力协助外籍家属来认尸。那目前家属的部分都由相关驻台的一个机构，包括 AIT 跟法国在台协会这边都有跟家属做一个联系。好，那我们警方也会全力的来配合外籍人士罹难者的一个家属。而在抢修进度方面，第5节车厢早已经顺利游出泵坑口，拖入到花莲站。检察官继续上验第6车厢，即阵有计在4月初6拜日完成事故车辆脱离现场的作业，4月初7进行铁轨路修复。
后续会甲第三方公证单位进行安全的检测。只不过随着事故第一时间相片一直公布，发现有侪名的人士当时徛伫边坡卡车过来所在伫看。这甲包厢负责人李义雄讲，家己当时是一个人到工地中讲法是无共款的。那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大地工程的劳安的人员，那但是这个劳安人员到底是不是其中之一啦？哈，那这部分也在做一些这个调查啊。基本上我们还没有认定说他有施工的情形，当场有看到很多人，但是我跟各位报告，这一些人的身份除了李义祥以外，其他人的身份我们都还没有确定。交通部法规会表示，会向建筑商甲包商进行民事求偿，只有刑事责任受花莲地检署来侦办。4月初时已经对李义祥个人甲负责公司甲当成营造申请假扣押，即阵掌握李义祥是合法的分包厂商，因为深受照牌也调查。交通部强调会继续来追究责任，若是追查出代替人员也违失，也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对一寡相片甲影片，拢会当看到李义祥人就伫咧现场，而且伊并无报案，跟他亲像有隐瞒。若伊是公司的负责人，照理讲是袂使搁兼工地主任，而且伊并无资格投标，所以怀疑讲伊是甲人借公司牌去投标。若是安尼，就已经违法。代替工程包厢义祥工程车，因为工程车出入去造成太多国号重大死伤。有民众提出相片显示，事发迄一天，义祥工程车头家李义祥甲真侪人徛伫面看看，所无报警。甲李义祥表示，事发迄一天只有伊一人巡视工地，明显有出入，互受害家属真生气。他不该说话。他一个人是害死这么多人呢，还有的受伤的在在医院里头。如果当时您有在现场拍照，或者你知道在场人的姓名，请跟我们花莲地检署这一个专线联络。救护车卫兵要协调7日早起11点外，李义祥甲穿蓝色衫的调升托部负责人林中清讲话，将紧张到警方出来接将李义祥带走。林中清表示，只是合约厂商。根据工程告示牌显示，工程承包商应该是东兴营造代表人是黄炳和，工地主任率由义祥负责人李义祥违法检证，工地专任工程师杨金龙是东兴营造正当时工程专家指出，这1.2亿的工程有加急营造的限制，义祥资格无符合，疑似向东兴营造照牌得标，也违反政府采购法。杜绝这种走白的文化，你就给一个合格的甲级照去承包，怎么会出事情？这套机制啊，防止灾变灾难发生的机制本来就存在的。对不起，在我前面以前有跟他合作因为我做2、3条大条的这样子摩擦的。有的专业上面就有讲说，这个地方好像是应该做安全设施比较好。有开会结论说可以做，但是要钱，那这个不是我决定钱的。专任工程师杨金龙表示，已经退出东兴营造股份。另外，工程为什么无设安全围篱？过去会期上捌有建议，不过因为经费无够，后续都无做咯。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泰鲁阁列车败马，运安会根据火车母的行车记录器，即马是发现讲，对顶一个崩坑出来了后，到弄到工程车，火车的驾驶会当反应的时间无到10秒钟。外界嘛质疑讲，若总讲有山架警示系统，就袂发生这款意外。交通部嘛坦白讲，代替本地伫旧年底就要完成25搭山架自动监测系统，但搁到呾确实拢还袂做好。大型的机具一直伫关设，希望甲车手拢全部顺利散出来。代替泰鲁阁号发生重大的弄车事故，整个事件原因拢指向边坡政治厂商的工程车。运安会找到列车的行车记录器来分析这个影像，也看到惊险的事发经过画面。你在第8车往外的司机驾驶上方的 CCTV 仁和隧道一出来，开始计算他撞到事故的工程车，以及到清水隧道这一段，大概不到250公尺，的确是不到10秒钟。运安会指出，列车对任何崩坑出来，画面中就使看到铁轨路顶面的工程车，结果列车就安尼直接弄去。
伫驾驶室倒边的司机这个位冲击上严重，所有列车拢入去崩坑。这段过程，司机因反应时间无到10秒，这互外界质疑，若是在事发的地点设有边坡警示的系统，可能就会阻止这场悲剧发生。我的边坡工程如果做好，就不需要侦测的系统，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分开的哈。它很容易接近，也造成有可能是比较弱点的地方。那我是觉得这部分昨天有请台铁也要做一些检讨，在未来这个25处以外，在后续可能要针对这个异物容易这个入侵的这个地方，也要做这样一个设施。交通部指出，这种有2种做法，一种是徒步工程的改善，另外一种是建置侦测系统，会在今年末2年架设25处。这摆事件事故地点伫进行评估，小工程会在改善的路段无列入装设侦测系统的范围。不过未来建议，除了工程无度改善的25处路段以外，要甲物件开入新的路线，也纳入装设的考虑。而运安会所将的行车记录器、司机员的通话记录、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这资讯。继续进行资料解读，如果这2天整个事件经过，就会更加清楚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咱早起受东北季风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咱来看温度。暗个日时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就小可回升。各地大多数拢是好天到济云，也毋过早暗嘛较凉冷。今日早起上低温是家人，敢若是12度4。地震乡亲，伫拜四的时，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后一波的水汽会较高，所以伫东半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地震雨，各地嘛会转凉冷。中部以北低温大约是17度至19度，虽然会落雨，也毋过对解除可汗帮助有限。对今日开始，伫苗栗、台中、中华北平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台中市区嘛会设338个供水站，所以即马有真侪点头，拢是为着要欠水，嘛就要改变做生理的时间。做水公司嘛有提醒民众，无水的时抽水莫大，一定要禁掉，才袂芳甲歹去。店仔内底真无形，后边一个大水桶直接放伫台仔顶，250公升的容量，爱伫暗时进行装满，要为车内分区供水做准备。就陆陆续续加，应该是有20几个小时哦。我们本身没有水塔，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就要开始限水，除了爱准备热渗透的水做生理，还佫欠一寡清洗的用水。伫台中一中商圈大部分是用水量大的餐饮业，店家讲即摆用5天停2天的方式，生理可能会受影响。逆渗透，你没有自来水，它出不来啊，就是只有办法营业1天而已。哦，那所以时间要缩短哦。要缩短。中华自助产业者开店进前也无用咧准备，不过即摆北中华也伫限水范围，店家虽然准备水塔引擎，不过也是欠咧用。无水通洗菜，要洗碗盘。水公司伫各地临时水站，初5也开始补水。即摆分区供水范围包含苗栗、台中甲北中华部分地区。水公司表示，除了随时补充，伫公线尾甲地势较悬的所在，也会机动性加强设置。那甲区的话，就是星期2、3，就是明天4月6号、7号2天停水。好，然后高速公路以西的部分是乙区，乙区的话就是礼拜4、礼拜5停水。水公司表示，即摆有436个储水点，敢若是伫台中到338个，拢会机动补充。民众应透过官方网站找找储水点，也建议停水期间注意莫大加强水电气的状况，避免空转刷去害气。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台中、北中华对今日开始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那南投县的日月潭边仔的伊达邵部落虽然无伫限水的范围，也毋过因为日月潭即马水位创下新低，若是抽水拢是抽到落个满仔水，嘛造成真清人无水通用。就算有水，水嘛愈愈全吐水。哦，今仔日水有来啊，我袂水啊。哦，啊，毋过嘛，若共款拢也搁较垃圾啦。哦，阿姐，你看垃圾干呢？水是真大港，也毋过拢是垃圾的吐沙水。若想要渗一股煮来啉，用第个渗水，也看到规个拢是白色落落的水。日月潭伊达邵地区的水是来自简单的自来水厂，
主要是抽日月潭的水净化了使用。验过日月潭的水位降升价，4月初3早起7点降到735.85公尺。迄天水道头准气拢是土沙水。从昨天开始说，每天晚上2点到隔天凌晨9点要停水，但是停水没有关系，但是第二天的水量还是不足啊。这边停水影响353户，差不多1000外人，店也拢无法度做生意。消防分队送水供应民生用水，初5下昼，自来水公司也设储水站。迄伫乡公所也按算伫咧义达少国小边的公有地乌水井抽地下水，予民众使用。这对民众来讲，当然这两天无水无方便嘛吼，真正生活啦，咱做生意拢做不方便，但是反过来讲，也是一个寻找更好水源的契机啦。迄伫乡公所今仔日会办义务发会，乡长刘启鹏希望参加的民众知界，若是要摆传塑料加水果为主，自初5暗的子时到初6下昼4点发会结束，拢爱食素。希望天公伯啊斗3天赶紧落雨。记者综合报道。带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顶个月底对中国转来台湾，亲就是为着要欠钱，伊无去住防疫旅馆，转伫因兜的外口空地啊大布棚住伫遐。因为用过的垃圾水拢直接流入去水沟啊，这是引起厝边兜烦恼，成做防疫空棚。市府即马去要求这个人爱去住防疫旅馆，嘛叫环保局去消毒。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人口的结构即马出现3种少的危机。第一是出世的人口少，还有查某的较少，结婚的嘛较少。去年出世的总数创下新低，若今年正月出世的人数敢若9600外人，这是27冬来头一摆无到1万人。若结婚率去年嘛创下11年来新低。来看《中国时报》。汽机车甲沿东港碰碰叫错人耳，湘北市即马有采固定式的掠车辆噪音系统。今年元旦的时开始执法，掠到会罚1800到3600。台北市对到3月27已经有掠到95件，罚19万外。若新北市有罚70件，是罚12万外。继续关心台铁火车排练发生意外。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老师甲学生伤亡的人数计共有62个人，其中有15个人过身。教育部即马有启动关怀机制，嘛有安排专人去处理保险理赔代志。教授手中展示一张全新的毕业证书，也毋过证书的主人附带音乐系的圣赞女学生，原本这个学期就要毕业，因为坐上太鲁国号不幸罹难。同学拢非常艰苦，家属真艰苦，也希望附带会当完成伊毕业的心愿。我当天向校长呈报，那么校长也一口答应，所以这个证书是当天下午就做出来了。我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心中希望的也是这件事情。根据教育部初5下昼公布上新的校安统计，死伤师生拢总有62人，其中15人死亡，包括12名学生、2名外籍教师甲1名职员。教育部启动关怀辅导机制，除了开会1对1专职人员，将对受影响的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对看到事故的学生，也请学校主动提供辅导。受伤的学生，我们会进行他的辅导需求评估，然后提供辅导的课程让他的心理创伤可以得到平复以外，我们针对罹难的学生他所就读的班级，也会请辅导人员进班做团体的悲伤辅导。另外，针对伤亡学生，会以专人递上慰问金，死亡5万，重伤2万，受伤1万。学生团体保险部分已经掌握符合资格的人有28位。死亡发放100万，受伤是2000至5万，也会继续厘清受益人的身份，协助理赔事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3亿万例，死亡人数有28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48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即马超过48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3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25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3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89万例。那泰国是靠外国观光客来赚食，观光收入占泰国 GDP 11%到12%。为着要拼经济，泰国按算对10月份开始要开放5个所在，互住过预防下的外国游客去佚佗，而且唔免隔离。那今年的热天要先对普吉岛开始做起。目前普吉岛有大46万人，拢爱先带先去住预防下。泰国政府所制定的疫苗注射顺序是对医疗人员、内国成员也个老人开始做。不过为了重新启动国际观光旅游，泰国当局正要对普吉岛的42名民眾來全面注射疫苗。 แผนวัคซีนที่ทางรัฐบาลจัดให้ภูเก็ตคือ 930,000 โดสนะฮะซึ่งจะต้องฉีดให้จบภายในวันที่30 มิถุนายน 疫情爆发之前，外国观光客消费在泰国 GDP 占11到12%。全国相关的产业在去年流失145万的工作。2020年只有670万外国观光客来访，因所开金额是110億美金。而在2019年是4000萬的旅客，因開金額是610億美金。 泰國當局計劃7月初開始首先開放普吉島，予注射過疫苗的國際旅客用直接入境免隔離，希望至少在第3季吸引10萬人次來訪普吉島。泰國對這個月初一開始會完整疫苗注射證明的旅客入境隔離期對14天縮短成最7天，隔離期間會檢測1擺。普吉島重新啟動旅遊是第2階段，第3階段是10月初一開始。 注射過疫苗旅客應直接入境5個特定的地點。第4階段定在2022年1月7日，注射過疫苗旅客應直接入境泰國任何地點。公視新聞王慧本編譯。來關心孟加拉4月初高地昨昏發生冰船的意外，造成26個人死亡。點船風拖出來了後，發現更較濟遺體，死亡人數目前知影已經是26個人。 這是一隻載50個乘客的渡船，甲一隻體型較大隻的貨輪相撞，在冰船沉去。孟加拉即馬在迄個所在有幾若百條水路，海來直去真複雜，所以當地嘛真常發生船仔相撞的事故。來關心熱帶氣旋昨昏影響印尼東南部甲東帝汶，造成當地上大雨、水崩山。 根據美聯社報道，目前伫印尼有133個人過往，伫當地有27個人過身。36個陸路客看囡仔，等下要甲其他人做電鐵離。伫印尼的東努沙登加納省這條河頂頭，有真濟比因情形更較害的人需要鬥3天。救援人員甲載滿着人的抽輪船，尤其地勢較懸的所在，有一寡是大人需要人插，也毋過時間袂赴啊。救援人員規氣用鋪的甲因鋪去車頂。 Kami buka atas itu di atas gunung, rumah di atas, buang kerseng, baru keluar pergi di rumah sebelah. Kami pakai tali. 印尼受到暴雨的侵襲，做大水發生土石流，3萬人受影響，幾多千人撤離。有人和土石台掉的，救援人員趕緊救人，也毋過正心酸的是看到遺體一具一具被救出來。 Di saat kami sadar itu rumah-rumah semua sudah tertutup. Korban hanya kita. 有一寡民眾安置佇疏散中心，也毋過有5座橋被衝斷，樹仔倒去路袂通，救援的工作更加困難。印尼官方統計，幾多百間厝損害，重大設施譬如講太陽能發電廠也受損。熱帶氣旋塞洛亞最後侵襲印尼東南部加東帝汶，防災單位講，接落來幾天也是會落雨，海邊啊已經可能有到6公尺懸。 伫東帝汶也有死傷的情形，有人和大水沖走失蹤，有幾多千人無家可歸。受到地理總統府頭前的車路規攏落去，塞洛亞即馬威力也是真強，正佇咧向澳洲西海的方向山震動。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 目前同掠去關嘅羅西亞反對派領袖納瓦尼傳出伊發燒咳嗽，所以即馬互轉去病房，當地接受先向冠狀病毒嘅體檢。來關心緬甸軍事政變，反對政變嘅示威民眾死傷慘重，示威者昨昏閣行上街頭，要求軍方討綁昂山素姬。示威者嘛透過拍撲克表達反抗。
来看美国就业数字真水，这是互恢复经济增加信心。这嘛鼓励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拢大起，道琼指数起373点，拍算今仔日嘛会鼓励着咱台北股市。继续关心台铁发生火车跋落马事故，随网交通部长林佳龙已经宣布讲，伊一定会辞掉交通部长负起政治责任。也过立法院国民党团是认为讲，代志这大条，行政院长苏贞昌嘛爱落台负责。代替泰鲁国河事故造成73年来上重大死伤，交通部长林佳龙初4半暝啊，各地并且破文正式宣布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也毋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认为林佳龙也需要接受调查究责。另外也指出，行政院长苏贞昌一直无核定2018年普悠玛事故了后，交通部提出的代替总体检报告，和代替局未当彻底解决，要求伊也应该落台负责。如果当时就核定。如果提早就按照总体检的内容要求要对边坡的安全改善，我们今天不需要丧失50条宝贵的人命。对此，苏贞昌批评有人用错误的信息带风向，指出代替总体检报告完成了的3天就交予各部会执行，爱改善的项目目前已经7成解除列管，另外监视也会请示负责。苏院长无正面回应，只强调会负起责任。完成后3天。就由政院秘书长立刻通函各部会执行，而且其中要改善的144项已经执行完毕，解除类管109项。政府对这么大的灾难当然要负责任。但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南洋立委表示，将伫交通委员会提案成立调查小组，以检视异常监察社的得标资料甲合约内容敢有问题。佮要求代替1礼拜内彻底检讨其他时间中的边坡工程相关安全措施。不分蓝绿，共同成立调阅小组，好好监督检视。对整个事故的一个原因的调查，我想有运安会的专业的单位在做了。要成立这样的调查小组，是不是反而会对于那个运安会的一个调查变成一个绑手绑脚的一个状况？民进党立委本会期交通委员会调委陈淑华表示，尊重各党立委的提案权，也毋过认为案件调查应该交予专业单位运安会进行，成立调查小组，更加会拖到厘清事故原因的事情。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件意外事故，卫福部嘛有开一个捐款的口座，接受民众捐钱。但过即马有人质疑讲，这寡钱敢会互政府摕去做赔偿？卫福部长陈时中当时表示，目前捐款超过6000万，会专款专用，成立管理委员会，袂摕这条钱替政府赔付受难者。高定人员8号时间继续进行抢修，泰鲁国河发生严重的火车落马意外了后，卫福部第2天公布捐款的户头接受各界捐款。不过，这款的做法却是引发外界质疑，因为政府哪会使对外来募款，钱到底要用伫倒位？下晡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来说明。社会其实爱心者众，那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询问，希望有一个管道能够的事情的关心跟爱心，所以我们就因应这样的需求，就成立了多管道的一个大家可以捐款的一个账号，是从烧章或 Line Pay 这边来的那有6000多万。为安怎外界有这款的质疑声音出现，就是因为当年高雄发生起爆时，总共收到45亿6630万块的捐款。依据起爆捐款管理作业要点规定，起爆捐款专户专款专用，运用范围包含应用伫生活辅助、医疗救助、子女教育基金、生活中建基金、产业扶持甲就业协助、社区在后中建等等。不过，却是互监察院调查发现，高雄市府无专款专用。外界烦恼，这摆事故，受伤人应该接受出代志单位的医疗服务加费用赔偿，死伤的人应该由领取出代志单位的保险公司来赔偿。也质疑现场救援人员加伤者家属，拢有花莲旅行公会所提供的免费旅馆。另外，现场工程的修缮也应该由代替来支付人力支出。政府本来该付的，或者任何的一个人祸的部分，该要赔偿的部分，那当然都由既有的一个法定的的方式去处理。那我们去处理这相关的未尽事宜或长期需要这一部分，那当然是由管理委员会来做相关的一个目的的使用。
但市长强调，这笔善款绝对袂替政府付钱，会指定用伫伤者医疗、福建、生活重建、家属经济支持。另外，也在每个月固定公开捐款的统计甲用途，互捐钱的人知影钱用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伫花莲发生意外，将是救援人员甲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就随赶到机。伫救灾过程当中，有人翕到一个花莲主治病院医生吴坤杰。伊本身是医生，嘛是义消。伊伫现场安打受伤的囡仔，甲囡仔蓝条条，互人看落真感动。伫黑暗的饭堂内，穿着白衫的医师抱着一名拍着惊的囡仔。这条相片是义消伫代替泰鲁国府救难现场所翕的画面。鉴定义消的花莲主治病院吴坤杰医师伫事发迄天前往现场支援。他开始有点挣扎，我说我们今天不打针，你不用担心。他就乖乖的，就很依在我身上。因为事发突然，也咧看诊的吴医师只会当甲排队挂号的50多名患者回室内，都随前往现场，而且毋若安打囡仔的相片引起讨论。吴医师的白衫也伫这场事故中发挥其他作用。他已经开始冷，因为他双脚都断掉，有点失血。然后我说我只能给你的是我的白袍，我就把它裹在一起。拢是血裂甲头粉的白衫，因为伤患送往主治病院治疗，加5点钟搁重回手中。伊也回顾4月初2迄天，救援人员需要伫黑暗的饭堂中拍拼抢救，搁搬运遗体，也爱忍受惊吓周边的冲击，表达敬佩心情。我们把他最后在验尸的那种没办法忍受的状态，我们把它保留下来。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善良的一个地方，这是也是我现在还有感到非常庆幸我是台湾人的感觉。代志过3天，医师希望大家早着伤痛，继续过平凡的日子，也希望家己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伫半世纪以来，上凄惨的铁路事故现场，军警消甲医护人员的拍拼故事，继续互人甘心。记者综合报道。有精神科的医生是表示讲，大型的意外发生了后，不管是受伤的旅客，也是往生者的家属，或者是救灾人员，拢有产生急性的压力症候群。医生嘛提醒讲，若阵心理上感觉无啥爽快，爱想办法去讨解；若阵一直有压力，就要赶紧去找医生解决。警方协助开路。26岁罹难者郭俊杰的遗体送登去因故乡，伊是花莲倒溪乡分分的原住民，长期伫北部食头路，伊嘛真友好。因为知影因爸爸最近身体无好，专工伫清明连假节代替要登去，想袂到怎安尼永远分离。家里的家计呢，原本都是有俊杰负担，那这次因为舅舅有检查出来，疑似大肠癌的部分，所以我本来俊杰想要带他去北部做一个治疗。从小是很乖，那天说要回家接我去台北，我想不到怎么发生事情。警方表示，因爸爸伫第一时间知影因后生嘛在这帮死亡的列车了后，悲伤过度送病院急救，所以来警方会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其实，伫每一届重大事件发生了后，精神科的医师讲，除了生还者或者是罹难者的家属、甲救灾人员等等，拢有可能会产生急性压力的症候群，因有可能会对相关的新闻感觉惊吓、压力大，惊灾难发生伫家己的身上，连面盲嘛会去盲着，甚至是惊甲唔敢听，连带去影响到社交活动，情绪的稳定性嘛受到影响。接触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会惊恐、害怕。那甚至藉由各种状况呢，会让自己呢情绪容易不安，那甚至用一些方法来麻醉自己，比如认为喝酒啦或药物镇静自己的焦虑。医生讲，像这款急性的压力障碍，普遍会伫1个月慢慢好去。若是分尸边有这个事件的受害者、生还者，建议都要尽量听伊讲话，甲伊陪伴甲支持，嘛应该转移注意力，较少看电视、报纸或者是网络相关的新闻。若超过1个月，也是受到创伤压力的影响，都要赶紧去身科或者是精神科，互医生看，避免疾病变做慢性病。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受美国股市3大指数拢大起的影响，咱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嘛大起超过200点，即马指数是徛起伫
6803点，佮创下历史新高，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所以来关心在地上大条，最近水库拢无水，外来种的鱼好看现现。即款外来种的鱼仔会损长咱本土鱼仔的生态，即马就有保育团体是鼓励民众会当趁即马水库最大底，趁机会去钓鱼好。你啊看迄树荫下骹有无？嘿，迄渔夫拢伫咧边啊，你啊注意看人。往内溪潭水库内底看，真简单，就当发现外来种鱼好的身影。毋那遮伫苗栗真侪水库也看会到，买到也真简单。50尾吧。它钓2个小时而已。鱼好真歹，佮强势，佮加上肉食性，引起保育团体烦恼，会破坏原有的鱼类生态。而且最近正伫大水期，水库的脱水面积下降，促使鱼好更加会食其他弱势鱼群。保育人士只好鼓励钓友拥有钓鱼好也好育，宗教团体唔通随意放生。这个长大就麻烦喽。会越来越多。对啊，然后这个它没有天敌啊，这台湾的鱼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没有天敌。根据了解，鱼好上早方发现伫南部水域，包括站门水库、乌山头水库等等。最近渐渐往北部土地，毋那数量哪来哪侪，体型也哪来哪大。不过水库管理单位暂时也无具体的防范措施。我们今年有委托那个特有生物中心针对外来鱼种的部分，尤其是鱼虎，我们有做一个调查，然后准备看调查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个处理的一个措施。面对鱼好可能造成的生态浩劫，管理单位强调已经委托保育中心调查，预估年底会出示相关报告了后，就会当展开水域生态平衡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伫昨透早，云林沿海乡镇的地方团体发起联署，要求白寮电厂甲16座气电共生厂爱全部改烧瓦斯、烧天然气。云林县环保局嘛表示，支持唔好阁烧土炭，能源一定爱转型，才有法度改善空气品质。大社化讲要拒绝烧土炭，限互民众清气的空气，因为云林县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连续7年全国空气上歹。这个早起，云林的地方团体做伙来呼吁，希望6轻会当甲卖了电厂，阁有16个气电共生厂为烧土炭改造烧天然气。真的过去就是拢是用燃煤来发电，但是即摆环保意识的抬头，尤其人民的健康重于工业的发展，产生的这个空气污染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非常呼吁、强烈的要求台塑呢能够定出一个时程表，明确的这个天然气转换呢，来改善我们这个地方。地方团体表示，未了台西等等的沿海地区，20年来钓竿的人愈来愈多。养殖渔业又程度降低，研究显示，甲环境的恶化有关系。其中，6轻烧土炭是重要的因素。希望政府推测2025恢复加园的时阵，嘛要要求企业转面用天然气取代土炭。大家甲阮联署，联署阮到一个谈站，阮就要直接来要求台塑、甲经济部、甲台电，一定要4个，一定要做，这是前提嘛。因20年过去，阮后壁搁20年，阮要安怎？东麦电它就占了全县差不多20% 的一个污染量，这个部分。那我们云林县也支持说，当然这个卖电燃煤机子它全面性处理也不反对这个能源转型这个立场了环保局表示，卖了电厂甲电送到北部，无互在地享受到任何优待，算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这几年，云林县政府以有限的资源来改善空气 ，PM2.5为105年平均26.6微克，降到109年的17.6微克。若有任何减碳的政策，地方政府拢会配合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雨落少，头一个受影响的就是靠天食饭的农民。台南白河出产莲花，因为需要大量的水来引产，莲花农即马是真为难，唔知影讲因到底敢是爱休耕，也是爱硬动。不过会当确定的是，今年种植的面积会减真侪。看过去一区一区的田林拢是水，这是台南白河的莲花田。虽然现主市看起来拢要全水。不过，对莲花产业来讲，已经是面临危机。今年雨落少，欠水引产，互莲花农要种也毋是，要休耕过会影响产值。即嘛是拢种落啊，
真系，这一站啊有水啊，就先种落，那个讲啊，河水就真啊可能就爱这花爱死啊。安尼哦，安内了敢会足济啊？当然嘛是爱足济，这防水帘一丛拢几600块呢，啊一分地爱300丛啊。因为莲花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水若无够，花就袂大。即马农民敢若会当靠抽地下水，因高啊水敢溪水来应付，希望会当挡到落大雨。水的时候，我落去种植，足侪人是无法落去种植的，因为伊无地下摕水的时候，就是休耕。大家拢用水井啊去抽啦，啊有的大沟水的时阵，加减啊摄落来的时阵，阮就拢靠这大沟水。全台湾的水种食力，早当周啊已经休耕，即马莲花嘛特别支撑袂调。根据统计，莲子莲藕的年经济产值是超过3亿，不过今年预计莲花种的面积仅170公顷，比去年的300公顷减100多公顷。而且刷落来5月都是白花的莲花季，当年拢会向济游客带来观光收入，这些莲花相关产业拢受到损伤。而且毋但莲花，若是阁继续无落雨，咱月开始嘛是种植水林的关电冷角嘛会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台南新华老街，去年大好100档。老街西边目前有18间厝主当地收获果厝甲丁仔卡。上界特别的是，师傅是用水库内底挖出来土山，一款合作骆驼的新材料。徛伫阴架顶，白老厝顶面的花色看甲足清楚。师傅当咧用骆驼修补必顺。水泥伊会闭，伊的永久性嘛无法度较好。所以咱即下改做用一种叫做水库做会出来土无吼，的新工法，互伊甲做探明起来。因为经过试验过，因伊的永久性会较好。为着甲果厝上有价值的花石修复，师傅第一摆用骆驼这种新工法，第一批6间果厝过年进前已经完成，毋但加强建筑外观。拆掉扛棒、钉仔卡的厝顶，甲老店店号嘛拢爱整修。问迄个布店嘛吼，新盛兴，恁个屋顶甲迄个八卦的哪会？讲因本来就安尼，所以就甲伊恢复，就是要保留这个原味安尼吼。所以伊会甲阮杨金花3字，甲露出来嘛，得甲保留原味。这间买150年历史的米店店号，原地藏伫铁门内底足侪档，即马总算会当重现。厝主杨太太足感动的，新华老街因为拢是私人有历史价值的古厝，负责整修的团队开3、4档的时间，一户一户甲厝主沟通，佮甲老相片吹出来，比对古厝原地模样。阮是一户一户安尼，征求各店家屋主的同意，那我们只是整修这个跟公共景观。公共性有关的这个牌楼跟街道景观，他们有认同感之后，后续他们也才不会又陆续又重新再把大招牌或者又增建东西又跑出来。11间变14间，14间即摆目前18间，这是整个我们西面这村2间无盖同一书呢，村的大拢要来整理。我相信2间尾仔我还会加入。新华老街伫1920年的时阵，规个中正路改建做2楼也是3楼的白老厝，到打过100档，每一间店面拢有故事。这是台南第一批遐尼侪联动古厝整修的案例，希望互搁较侪人看到遮尼水的100年古厝。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台南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联合国公布年度世界快乐报告。北欧的芬兰第4届摕到全世界第1。芬兰的总人口敢若550万人，过去互外界印象就是冬天是热长，搁寒搁无物件食。严格这份快乐报告改变大家对这个所在的印象，嘛带动观光甲投资。联合国出钱进行的世界快乐报告，2018年公布芬兰伫149个国家甲地区排名第1，互不少人惊一跳。One of the last things I would say that Finns are very happy, but it depends all on how you measure it. But I think it gives totally wrong impression.
云南冬天冰天雪地，各拢是暗时，互人认为是啉酒过头甲自杀真悬的主要原因。完善的公共医疗体系用10年时间，将啉酒过头甲自杀人数减少一大半。No työttömyyttä meillä on, mutta terveydenhuolto toimii ja kyllä semmoiset isot asiat on, että sen puoleen niin meillä on todella hyvin asiat, mutta kyllä mä ajattelisin sitä, kyllä mä vähän hätkähdin silloin, että me ollaan onnellisin maa, koska kyllä me niin kuin voitaisiin olla vähän enemmän semmoisia toisia päin katsovia ja iloisempia ja这份由调查机构盖洛普的数据资料整理出来年度报告，主要评分项目包含社会援助、个人自由、GDP、甲政府贪腐的水准。Okay, Finland is the happi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t creates awareness, and awareness creates interest, and interest creates demand, for instance, for tourism or investments to Finland, or Finland as working place. 不过，连续4年是全球上快乐国家的名号，也互芬兰的人带来问题，就是刷入去要安怎呢？住伫芬兰10年，非常芬兰小麻烦社群媒体网页创办人英国籍的乔伊威廉斯指出，这国家运作真好，压力低社会，事实上降低芬兰人的拄着问题耐受力。代志无顺的时阵，因的快乐真简单都无去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若受疫情影响，埃及即马是拍拼咧进行观光。首都开罗的博物馆替22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木乃伊搬新厝，佮有大车队甲游行做伙护送。鼓乐声刷头，穿着传统服装、手捧面顶的护送队伍自博物馆行出来。过来就是载着22具法老加女王木乃伊的车队。埃及一个拜六为木乃伊搬新厝，装饰具法老王图案，仿造古船设计特别做的车辆，载着金光闪闪的棺木，自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出发，准备被送去开罗东南方拄则正式完成的国家文明博物馆。这边运作的木乃伊，大部分拢是来自3600年前到3100年前的古埃及新王朝时期，其中包括当地埃及67年的拉美西斯2世，也有上有权力的女法老王哈特谢普斯特女王。为了要保护国宝，棺木有灌氮气，也有装扩香。法老黄金游行的车队到位，现场放21箱礼炮，总统也徛伫咧博物馆门口迎接。规个过程透过国营电视台对外直播，也向世人宣告埃及丰富的古文明正伫咧等待游客光临。اولا بيتفرد ان طريقه العرض مختلفه تماما، احنا بنعكس الحضارات كلها اللي مرت بيها مصر على مختلف العصور، بنحكي قصص تفوق المصريين في مجالات بعينها。埃及捌伫咧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革命，对观光产业影响正大。最近佫受到疫情的影响，埃及当局想要借着这笔木乃伊的游行活动，甲观光业搁再扭起来。这项全新的点子是自4月18开始。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做回来关心环境，这几年印尼因为开垦开发伤过头，互印尼红树林的面积大大减少，嘛造成海岸线一直咧求水。有环保人士即马去拜访庄仔头，用广告书、用表演的方式，教囡仔人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伫古水的西具造型的帽仔，派用印尼话写动为故事的房仔，环保运动人士山树顶访问一个船头，教囡仔海岸侵蚀的严重性，甲红树林用有效对抗海岸侵蚀，保护生态环境。即摆移到印度拉马尤镇，是印度海岸侵蚀严重的地区之一，114公里的海岸线有将近9成受海水破坏，6100公顷的土地浸伫海水当中。Ketika saya memutuskan untuk membuat kegiatan dongeng keliling ini, harapan saya agar anak-anak yang saya temui bisa menjadi pahlawan-pahlawan bagi lingkungannya, pahlawan bagi penyelamatan satwa langka Indonesia, hutan Indonesia, serta pelestarian mangrove yang ada di negara kita. 山树顶用红仔只道具讲故事，吸囡仔的眼光，同时也互因参加其中。亲像囝是一张红树林油载，主动强烈海风保护印尼的海岸线无受侵蚀等。Senang. Kenapa senang? Karena ceritanya bagus. Mangrove itu pohon yang ditanam oleh manusia.
Untuk menjaga daratan. 这几年来，印尼红树林大量减少，主要是因为非法臭树啊大量开，鱼虾养殖场甲钓产所致使。路透报道，目前印尼全国有330万公顷的红树林，其中60万公顷有消失危机。2017年，印尼官方的资料显示，超过180万公顷的红树林已经被人破坏，呼吁红树林自动海划线侵蚀，成做印尼政府上重要的代志。公司新闻殷孝如编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9度；伫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心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